我哋今日來到苗栗嘅訪問呢，係鄉議立委也係國民黨提名嘅苗栗縣長長線人齊耀聰立委好。主持人丽蓉小姐你好，还有安尼客家电视台的各位亲爱的观众，大家好，我是苗栗县立法委员，也是也拜县长的参选人齐耀聰。苗栗其實大家一上道路地講，幾多行業係啲客家種，唔想講下一擺苗栗還做點樣嚟去加強一個客家文化嘅相關政策。那當然啦，也有羅列了一些的這個一個客家的政策啦，吼。那希望聽都講，安尼客家文化嘅元素啊，要把它納入自然啦，哦，還有美學啦，甚至於這個建築以及科技，要按用領域不同啊。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客家的這個一個原鄉的這個新風貌，才能夠展現在安尼都市化的一個空間裡面。這個部分啊，我覺得說有很大的一個揮灑的空間，讓在地人也係講來啊老了的一個外地的鄉親啊，甚至於當地的居民哦，都能得來真正體驗到安尼客家文化特色，樂居苗栗，達到這個所謂客家樂原鄉，然後幸福這個新城市的一個目標。第一啊，就講城鄉風貌，要做得凸顯安尼啊客家意象的一個方式。那麼因為安尼早期啊，當多都好少人吼，離鄉背井出去都不做。看來講的這個情況啊，就類似有這種。如果能夠這個年輕人在事業有成也好，或是講利用鋼鐵做能不卡，譬如你不卡私產業哦，也就可以擬具社區的共識，讓版引對台糖市啊看到的呀，就會有比較好的還行的印象哦，然後投入到這個社區裡面。第三嘛，就剛才講的，結合這個建築的美學規劃來創建這個客家的新都。這套部分啊，其實安尼苗栗有成立了聯合的大學以後啊，嘛知道講它第1就有個客家學院，那裡面有人才濟濟，當多客家的高書啦、欣賞啦，甚至於現在培育中的學生讓他產官學結合，然後把他們的新的理念思維帶到我們的都市裡面，然後很多的都市裡面就可以因為你所概念的，像比如我們苗栗市的火車站，桐花啦，還有它的那個太陽能的那個一些的這個設施啦，綠建築啦，就是另類的一個客家精神的表現。我想這個部分啊，大都會尤其新的環境，能夠借着客家的景觀來太多要咋融入安尼都市的情況。我想這個部分啊，值得去我們去對安尼下一台，可以托一個客家學校托嘛啊，唔係講佢應該會講我兩級合法，啊就算是人樣，求學要達到更高的境界。那你今天身為一個客家人，你按用心去托客家學院，得到的學歷，甚至要把我們這個客家領航到一個新的境界，一個新的里程碑。要這樣唔可以講去通往俗啦。好，我看法也把建築的美學也規劃在裡面。第4點嘛，我安尼發展呀客家一個採鐵特色。在過去副校坪，羅院長都現任的劉振鵬現任院長對安尼客家文化建築非常非常的重視。像副校坪，伊起了安怎客屬大橋，這個過去啊。就有安尼客委會補出的安怎桐花公園，那麼劉院長把它擴大一個三合院落去，也當多的體育客啦、外地嘅觀光客來遐參觀，因為幾下北台遊覽車，然後順巷又有客家美食，比如上擺嘅午夜節時間就有桐花季，然後有當然有一擺嘅安怎桐花婚禮。雙支總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甚至於王金平立法院長都來關心，但就表示安尼啊，客家文化一個傳承。因為也當出的安尼去推動嘅，也就講
安尼也哈还有继续头摆公馆叫路边呀，也改为客属文化园区，但是因为经营的唔系同好，然后都用介多本人BOT 专门头摆公路游的樟脑油啦，还有其他安尼客家人的头摆产业，对个那边的经营，也还有客家美食，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特色馆，客家特色馆，那里面又还有陶艺，代表着客家的一个精神的陶艺，陶艺迄种嘛。大瓮，特别安尼暗讲啊，客家人上香，所以人家就食到个咸菜，咸菜食唔脱咧，安样个食，都拿做泡菜，所以就当时啊，在5、6年前，黄医生来要求安尼呀，公馆乡公所弄批大批千人副菜节，也迄一张。客家特色，因为也啦部分出得安尼推动的，不光是美食，不光是人文还有这个建筑都能够融入。那尤其刘院长又喊对个后龙，也所谓高铁特定区度也去到客家圆楼，阿姆得去看的时间，人家都会感觉到心旷神怡，意识到看要用安讲的建筑物，那就是代表着我们一个客家的一个造型的这个建筑物。让我们的当地能够更加的活化，让客家的精神更加的凸显。所以我想因为讲当多的喊一出的安尼一次去做的，尤其在3年前，对交通部观光局透过一个旗舰计划，客家桃花源在出广告，也哈共同规划的，我想下一届另外我用下周董院长，我会好好的把这个客家桃花源把它发扬光大，在苗栗又多了一个景点。那另外在这个铜锣口号演习的时间，我很自豪的，他虽然唔係國民黨執政，但是我拜託執政黨委當時嘅李建木局長講呀，安太平咧銅鑼科學園區迄唔係立地割一塊本來做安尼嘅客家文化園區，佢總共造價17億。假使講安泰工廠變到新街路都下嘅童話公園的話，佢就會某一天變蚊子館，都是對不起納稅人的這個錢，也會浪費國家資源。李建木唐東亞用建議以後都老當時的客委會主委李永德、邱董都辦公室達成共識，然後2個地方都不離開銅鑼，銅鑼人就滿懷歡喜的心把這個童話公園也留下來了，在新街路，然後安尼客家文化園區變多亞哈銅科然後活化起來，基本的觀眾，他們未來有30幾家到40家的廠商進駐。迄面也都上班的，下班的，最起碼帶女朋友去散散步去看一下那個客家文化，然後它裡面管理得非常非常的好，從有我們客家的這個過去的歷史背景，然後代表着我們客家的精神，全部都一覽無遺。所以這個部分苗栗真的是對一個客家的這個傳統文化，真的是非常的經典。所以這個部分我想身為一個客家人，又是苗栗的客家子弟，真的引以為榮。再過來係講到講，苗栗除了客家以外，關於苗栗的發展，其實我哋會感覺講，其實苗栗的北埔同南埔發展，希望相同北埔嘅行下國家南埔可能有嘅向前想講，某個時間有更多嘅機會好發展。唔能擺東西嚴重我感覺講，關於苗栗的發展，最主要嘅證件係乜嘅？苗栗咧規劃發展來講當然安尼也講去都係講安尼客家文化特色啦，當然都是講朝客家的特色來講。那麼在過去安尼希望食衣住行嘛，是咧就客家美食，我是希望說能夠建置苗栗的客家品牌這些品牌包括沒有就單槍說咯，
像刚刚我也有提到过陶瓮，这个东西很多的艺术家，现在很多人在学这个拉坯。那你今天借着这个拉坯，以前我们这个全国啊，陶瓮之乡就堆广告，所以当多做太暗光的啦，做瓶瓶罐罐的啦，也哈因为精致化了以后，变成陶艺的艺术品。像有在安尼全国的陶艺协会理事长，全国的也都会太湖呢。伊本身也个一只红的都卖50-60万。那些东西也可以代表是一个客家人的一个精神。这个把它这个做一些的整理以后，让这些的专家学者、艺术的这个喜好者来认同你们。像安尼广告的太行的，都是在客家窑，当多陶艺大师做出来的产品，烧了以后，然后就标到底部用它烧、柴烧，然后造成了很多的这个一个客家的这个文化的一些的产物。那在今天的时候，没有一只大陆的乡亲来请来。伊讲，要对安尼台湾的工业企业单位，就可以到文创馆，也个主题的嘛个，都想要借重我们的这些的陶艺，都给伊建议不妨劳力联大啦，甚至裕达啦，大专院校结合，让他们这些学校感觉到很多新的理念，还有能够代表更多客家文化的这个产品。文创品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他开一个这个文创馆，那他这样的话就可以活化它里面的产品了。它就是比类似像很多的有没有北海道那个白美恋它的这个巧克力的这个一种参观的一个工厂，你一些看东西，然后又可以在那边休闲这个简餐，甚至于客家美食等等，这也是另类的一个这个产业所以我想这个部分能够这个做出一个客家的这个品牌，包括陶艺，包括美食都是值得我们去规划的。当然，所有的这个道路啦、指标啦、印象啦，都会做折页甚至于如何用网络来行销苗栗。现阶段我们苗栗县政府都做得还不错，但是也有一些可以努力的空间。我想这个部分可以值得去品味的。然后就打造，当然会先咧讲，好老庄来讲客家文化有点牵强。那今天本身就是客家乡镇的部分，一乡镇一特色，我想一个老街一个亮点。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景观。所以我刚才讲，我在这个观光企业，我一年大概都要拿1亿多，一乡镇一特色，一乡镇一特色，然后串联成一个这个观光链。我想这些年来下来大概都有一些雏形出来了。像公馆的就有黄金小镇，都做得不错这个三义有木雕街斯坦有这个老街跟文水街，这些都可以代表他们的一个地方的特色。当然，你说泰安还有南庄，这原住民的聚落的地方，你说要做客家的，也不是说不行，但是一定要跟原住民当地的文化来结合。你也很难跳出客家，不是完全看客家啥，苗栗的发展，感觉讲更加清晰有为系嘛嘅。安尼最重要的那想法就是讲，我亚航进前的标语就是说南北均衡发展，山海这个齐头并进，也就是说山线海线，当然还有一个总港海，安尼每都分成3个器官，就是说山线海线也要这个一个齐头并进，他们不光建设，然后这个文化都要一起的来成长。那像亚洲部分在每个乡镇的自己的特色里面这个可能就要配合当地的乡镇市长
你的这个文化主题是什么？你要的是什么？然后当地现有的时候，像燕里，它是渔民之家，靠海有这个通苑渔港，那边有很多的渔获量，然后都新鲜的这个海鲜，然后进来一大片的这个有机的这个稻米，哦，也是算我们的一个苗栗的一个农特产品。那再上来，通宵有海水浴场，哦，那在经过几年来，我已经争取了4、5千万，给他把这个通宵海水浴场，它真的很漂亮，是白沙，所以他们现在也 OT 到给一个企业家来经营，每次假日都有一些的这个表演的这个团队去那边进驻然后让当地的这个炎炎夏日有一个休闲消暑的好地方，哦，包括后龙这个竹南都有它的这个渔港等等的，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我讲的，因为时间的关系没办法赘述，所以一乡镇一特色要因地制宜，才能够让当地的各些的文创品能够给予活化。你也安尼讲到苗栗的发展吼，迄讲各位上新闻版面呢吼，前一阵的可能都迄屯政属土地有关的安尼的争议，甲安尼的争议，唔感觉讲很东西严重因为大早起封路上讲会发展，故说土地如果想要做目标用想法要利用，唔过迄有向前，伊感觉讲哪个土地屯政府的想法目标用安尼的时间，唔感觉讲对下一摆出现安尼的争议，唔会用哪来解决啦？这个土地的部分当然都牵涉到讲地方上的一个发展性便捷性，尤其呢，所谓这个交通是建设之母，你交通发达，那相对的当地的繁荣就很快。有人讲说，这条马路50米的，可能你这个地价1坪就大概50万，你这条道路是12米的，可能你的这个1坪的土地就是12万。当然每个地段不一样像很市区的，可能就不是这么个回事。当时就是从日据时代就本来就是一个市中心，那因为受到商家啦住户的这个限制，所以路没办法拓宽。那新的这个道路设施拓宽了以后，当然相对的就会慢慢的交通便捷之余都会懂得方便性。我所伫的在我也19年的立法毕业年内，铁路的部分，中南嘅人工后茶站设计上，东站买来装起来。苗栗市西片的西站，我把它高架起来。未来有这个机会当上县长，俺们要希望老北侧从台北那边把它拉上来，把它高架，把苗栗市因为一个铁路一分为二，这个100年的这个心中的一个这个切割把它一次把它完成。那么下一摆都唔要因为铁路，然后把这个苗栗分为东西两边，每条路都可以横向的贯通。然后在这种的情况，所谓的这个缝合计划，把两边铁路的高架了以后，迄每个伸中多的土地，铁路桥又要花50米来做下的铁路高架。那把它变成商业区住宅区，甚至于当地的一个休闲的活动场所等等我想这个就是土地的活化。那前一阵子刘县长也有提到说，我们的台13线外环道多宽50几亿。我想既然钱征下来真的不容易。那时候他还在当立法委员，就真的要整一条3米的外环道，当冲也会点，你希望现在老了。不希望你抽到茶档抽几日嘞，做嘛失茶，做嘛个没停茶草，这是很伤感情这个在这种情况之下，刘县长你也都有识之士好不容易把这个台13线3亿的这个外环道的52亿要到了，但是有很多的这个野生保护协会啦，还有一些的这个绿色的这个协会等等的，
就说师傅啦等等，我想这些都可以谈的。以我们现在的这个工程的科技啊，真的鬼斧神工。你说要让师傅有个栖息地，1块不够，2块也可以。你说要让师傅不能够穿越这个马路，那以现阶段的这个一些的设备，足以让这些的师傅就留在这里。那如何去做一个这个师傅的这个通行区？比如说我要从左边要到右边，现在在西湖就有这种道路，跨越高速公路，然后这个师傅的专用道路，这个你们都不晓得的。你讲我讲如何做的解决咧？都可以解决。如果讲到反对的人，但是那些因为啦，呀，他的时代啊，迄个交通的时代，有乜个事情冇去闭门造车，当多事情做个错话来讲本他人了解，他人有乜意见，有乜他讲到可以感咩？当因为讲有道理，不要因为说好不容易挣来的这些钱，1年2年下来，你今天52亿，你可能你明年要的时候要60亿，后年要的到年可能60、70亿，那这个钱呢一直在增加，这个不是我们地方所要的。建设之前一定会有破坏，破坏完了以后一定要还给自然生态，一个安定，还有一个这个让人家感觉到做这个的效能，让地方倍数的成长，相辅相成之余，然后地方上才能够更加的活络。我哋一號訪問嘅係民進黨提名嘅苗栗縣長參選人，係鄉議嘅立委吳怡珍，委員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好，苗栗其實大家講到苗栗，如果上到客家莊，因為有63個家嘅行業。按講到苗栗有關客家嘅地標，其實也許多，像有國家級嘅客家園區，有客家太陽也到，按叫有去一啲。後龍嘅高鐵站嘅嘅有啲人流，它嘅建築其實許多，當地嘅鄉鎮，因為也會想講，用自家嘅農特產品，想講我來打出一啲自家嘅名聲，做出自家嘅特色。你自家來看苗栗頭，客家咁有還有做得做嘅地方，唔敢講，一下大家看到苗栗嘅客家係同想象當中嘅客家，唔敢講應該有本人看到嘅客家係咁樣嘅嚇。其實才來做立法委員的時間就是也去年一直注重講，因為客家莊其實一直感受一種客家味。客家味的意思就講，雖然講客家嘅部位發布看得到，也講客家嘅食品你講客家嘅糍粑嘅飯嘅，一度又看得到，也一度講客家嘅產品像南苗栗的泡菜。還有椰子的餅，也一道。但是那因為講除了一種嘅產品以外那感覺講，因為客家味真係較少嘅。客家味較少嘅都講食材化，因行到苗栗縣入來也客家莊真係會開嘴會講客家話嘅那感覺講較少。在也客家莊，因為我做生意店面打開來，真係我主動先講客家話，真係較少。那特別都強調講實在話，因客家人同河洛人同一般的唔係客家人嘅差別同哪？最明顯嘅差別都因客家話。客家人嘅一打開來，最一打開來都點係客家人，最一打開來都嗰種親切感都冇強樣嘛都會一下都會問乃香乃大味嘅，乃大味來糖也強調都太子兄弟乃大味嘅那中國行到一隻客家莊，
一只基本的谈得出来无穷样的客家味道系客家语言吼，较少谈到。那因为也系那采叶苗语言吼，感受到讲吼，其实客家嘅语言的嗰种嘅使用吼，采叶普通一般的民间，真近渐渐的越来越少。所以那个人咱因为讲真近也下过去吼，当做也文化吼，由于个文化嘅产品创作。吼，也係講文化嘅結果，吼，你看到有客家歌謠版啊，客家嘅台戲啊，一種嘅看得到嘅東西，吼，大家都經盡量可以流傳下來，可以保存下來。但是係唔係做一個書中將來，吼，也地方政府做一個政府，真係我來鼓勵大家真緊，我來。真正潛在的，自家嘅客家味，親戚家嘅都係客家語言都使用。那你透過政府可用嘅方式，好來鼓勵一種嘅店面，吼，也係講路行，也係講有嘅診所，吼，也係講一般嘅學校、幼稚園，吼，也係講小學、中學，唔係單請講一禮拜上1點鐘，吼，也係講有嘅雖然係雙語，吼，講英文嘅，吼，教英文嘅幼稚園，但是佢客家語言也願意在幼稚園細細時間都可以使用，也係講社區應用嘅本期睇得出、看得出講，也係客家語言，吼，在呀公共嘅事務上面，吼，真然一隻睇得到、看得到。那也主要做乜嘢咯？我賣出去啊，然後行銷。客家莊其實唔係賣自家人，好東西。你講客家字體是客家版的，其實親接式，好自家屋企人咯，一個冇聽到按接做，按接式主要唔係自家客家人買本自家客家人都好。其實我買本外地人，買本外地人我本外地人願意入來錢嘅客家味，好除了講客家布、客家嘅建築。客家嘅傳統嘅用具、農機，吼本人看得到，我跟種嘅環境，吼就你去食飯食堂嘅時間，喺有嘅嘅人咧我同你打招呼用客家話，吼那因為要營造這樣的氛圍，那本人我聽人願意來，那我認為這個東西係在呀推動上吼，那因為要請積極係最要緊。那當然在呀觀光體系，你是一隻客家人了。也係講唔同客家嘅園區，客家體驗。那然後看到硬體嘅建設托嘅時間，然後問講地邊度買乜嘅東西，地邊度標乜嘅東西，本人看展覽乜嘅東西，佢掟出來嘅東西，總講，自家客家人，自家菜體嘅苗啲人都感覺怪怪，以前咁有樣樣，也係講一腔冇講清楚，那都因為講也都唔拉。所以語言以外，頭都也講到講，眼嘅東西、客家嘅東西係會賣嘢出去嘅。我也看到講，我嘅扛棒有六台一個形式，六台神咯。其中有一啲係會設置一個某啲創新產業園區，也係咪同客家也有連接嘅部分。那個六台保證地邊度還有六台行政，其中經濟行政吼，有一點都係我將也客家文創嘅一種嘅產業嘅部分吼，也結合。那六台保證嘅部分都係透過設一隻苗栗嘅產業創新嘅中心，也係園區吼，將也苗栗縣不管係製造業吼、工業嘅、商業嘅，也係個人嘅文化創造業吼，都係客家文創、客家食品嘅部分，用嘅。透過一隻創新的概念，哈，來統一包裝，哈，來行銷。那主要因為苗栗縣哈，還是有超過60%以上嘅人口係客家人。我推銷嘅時節，尤其嘅客家文創，哈，客家文創一度係農業同農業有關係。好，那這個文創怎麼樣利用這個客家的苗栗的產業創新園區這個部分？我是認為是主要着重在扶植，好，然後本地有機會做得漸漸的起來，本地的中小企業，甚至一些文創業，好，也係客家嘅創作嘅，做得才也苗栗尋到一個整個實力點，好，因為一個企業如果不長，好，也係一個店面，佢也冇收入。佢也冇辦法將佢理念總長久，所以我一直主張說，客家
苗栗的产业创新中心哈，都照顾苗栗县的中小企业、文创产业、那农产加工业、好服务业，把它整合、整合，透过一些新的观念、好新的行销方式跟整合的方法，统一性推通。那推通啊有乜结论咯？其实推通都创造就业嘛。菜地的企业佢强，菜地的企业又赚钱，佢當然會搶菜地人。那搶菜地人，人哋後生人都唔會存外，後生人唔會存外公司開發，佢將做得留咧也得土地達標，囤積個阿爸阿媽帶強下，吼啊伊也得土地傳下來，佢也願意來耕種，吼也係講我來設其他條路。那真見苗栗人這樣做得留到後生新的一代，無大部分外地出去發展，苗栗也片漸漸的老化、老年化以後，你都會發展幾個都市哦都沒年輕啦。好，那你在推動相關的政策上面，就會有一點落差感。唔講到講，我想後生人都將來苗栗，如果有投入合作，其實講到投入增加收入，一下子真係縣政府其實也點係伊能，感覺講甚至規劃嘅，因為對我嚟講，應該就上幾多啊，創造幾多收入嘅機會，啊對你來看，唔感覺講，也個甚至唔係唔認同嘅係嘛？劉振峰劉院長哈，包括以前的哈，當年佢開發一道工業區哈，開發工業區哈，那供過於求，工業區地邊度到底有幾多嘅廠商進駐？啊，進駐地邊度到底提供嘅就業人次哈幾多嘅？啊，既然個人所低哈，其實按一道菜地嘅次第啊，有嘅人行過去到外地去是投入，像海鮮一道人去泰甲、台中，好，那中南嘅都是新竹。好，那三線鴉片的投入呢，也會變到上山新竹嘅片去，但是到三二鴉片呢，全部港中的都一定要出外嘅。好，三線鴉片看南方山區嘅部分咯，我出外，出外意思都講禮拜六、禮拜日這樣有轉。好，也都表示講，佢也唔係講菜葉係全公告，冇都太企業，好睇下苗栗有長春啊，好，也係講有其他私人嘅，較是投入固體嘅以外，其實大部分攏出外是投入，好，中小企業嘅。那因為亞種嘅就業的狀況、招商的狀況其實不成比例，因為你感受到嘅係真正後生人，佢要尋到嘅薪水較高嘅、發展較好嘅，佢全部去到外地。好，那菜葉留下來嘅也一道攏較辛苦嘅投入，好，那辛苦嘅投入當然，我是投入嘅人都較少，啊有嘅人因為講，甚至有嘅考好年期，係外地人搬入來嘅，好外地人佢來是投入，下班佢都走，好也看到嘅招商嘅成績，你還是主要還要看菜地人，菜地人是投入，菜地人潛投入。喺菜地度喺潛，也係去到外地，既然所地，大部分嘅後生人還是以外地為主。那一度都係集中在呀幾雜嘅工業區，吼外同啲外縣市接洽嘅一種嘅工業區，我認為不夠啦。尤其呀南方呀苗栗市也偏，吼苗栗市銅鑼、三義、銅州，吼那啲銅州因為以農業為主，吼到底人後生人採呀幾雜鄉鎮嘅安樣嘅，吼也冇工業嘅期間。安樣嘅發展，吼啊！一農業、農家、一農產加工品，吼我賣不賣嘢？耕田要收入又冇多，吼去大林施工嘛，吼也唔係後生人真正嘅爭土，所以呢，因為我看呢係一隻全業呢，所以我還是強調招商的部分，商人進駐，佢用工人，吼佢生產化、自動化，用工人但用濕撒，好，這也不是我們苗栗之福，好，因為企業賺錢，但是。菜地就業的狀況其實也不多，他投資很多生產設備，但是就業狀況不一定好，所以我還是強調就業人次的部分，不能去改肢體前面都投入比較重要。你頭也講到農業，其實我哋聽到我哋報道嘅，我哋看到嘅同苗栗有關嘅報道吼，有幾大部分有爭議嘅政策同農業有關，比如講整體，對安尼嘅事情。都係比如講，有啲農業伊想要講繼續講田過，伊如係讀到工商業發展過來提送走、提降走安尼，未來讀到安尼嘅情形，唔好用嚟看。其實對咱來講，那較強調一站農業園哦，
就是 MLD 啦，还是散鲜鸦片，大部分还是以农业为主。那也按到农体的部分，运用的本地活化利用，好也甚至就是利用的时间，你要提供保证，本地种港中人哈，不管係种水果的，也係讲种物的哈，那也讲种其他东西，不管用的，这个收入农业所得的部分一定要收入提高。你没有收入提高，佢都冇办法种。那冇办法种，後生人都唔會入來，都老人家已經按你講定，講到冇辦法講的，都這樣封貼。所以我还是强调说，我们的农业的发展的部分，应该要确定这个农产的产销机制里面，增进爱本的农民所得提高。所得提高其实唔单讲系农费的事情。好，那你民间政府农业科也唔係講單槍講一張判法通，應該要有那種經常性的平台的活動，好，它可以當一個媒介。那至於徵地，我個人是傾向於說工業開發這個部分哦，在苗栗的工業開發其實還是要評估啦，哪一種產業真正需要用地，哪一種產業是苗栗需要的，那入來以後呢，真根本後生你做得提高就業人次。要在部分人因为应该为了加强，而不是说随便的把一个农地变成工业用地，那征收完了之后就荒在那里等人来买。那如果是这样，那真的就是圈地草地。人家古早央视政府如果难做，大家其實霸在，不過唔可以後生人進來，如果伊嘅上一代、伊嘅下一代，如果孤獨，有種也有提出亞嘅福利，同青年有關嘅，同老人家有關嘅政策。唔做對同大家講一下你嘅想法冇？韓國大家也會想價錢要對哪來？其實那個綠台保證啲要度，那大拜託員工從會先講2點，都會要照顧青年嘅，還有照顧老人家嘅。第一點都照顧青年嘅，主要係因為那在先頭前做嘅時間，那都談到一道家庭嘅人都講，呀苗栗縣政府啊、劉政府縣哦，雖然馬吉啦吼，但是佢有推動呀營養午餐嘅部分，呢度家長都認為講有減強物價嘅經濟負擔，所以一年也漲2-3千元嘅，但是有減強。那我也認為說，伊在縣政府照顧自家嘅子弟也本來都應該嘅，好，尤其係弱勢家庭哦，物價也差唔多嚟說吼，有啲家庭嘅生年冇聽轉去要說。又冇事人多，因為可能阿公阿婆冇煮，阿爸阿妹又都係無閒做事，好啊，迄些年嚟做唔得本人餓到，所以營養午餐的利益是這樣子。那既然這樣，我們讓他早餐也一起，好，就是呢本人吃得飽吃得好，所以我就那時候我想說，像這個部分應該是提供給小學生的早餐動書頭。2傳4的以後，學生誒差不多圖書館呢，裡面都會轉移。好，那我們也確保小孩子的飲食好是比較正常的，尤其這個同時可以兼顧到偏鄉同嘅很弱勢的家庭。那你弱勢家庭不會讓他覺得說我們好像特別在對他照顧其他人就沒有，好像他是有一些不一樣的地方。普及本來就是照顧下一代本來就是要普及照顧，普及照顧就是由政府來做，所以我這個部分是第一個保證的部分，我經常會跟鄉親講。那第二大點的是老人家的牙科，那大擺都講老人家差不多60歲輪牙齒的時間咯，這個都唔怕得花錢，因為牙科做牙齒要吃費，好牙健保冇付嘛，吃費的時間老人家唔怕得100到2-3萬，2-3萬1-2萬，佢唔怕得同後生人討錢，因為後生人賺錢較辛苦，好那老人年紀又唔怕得花，老人家種跌了2期也冇關係，久了以後食唔好都當然身體唔好。那當然身體都較冇年輕冇健康，所以咱因為照顧老人家，本佢食得好，當然心情較好，又較有自信。好，所以咱因為講老人家喺鋼牙補助做得先做，那隻鋼牙補助其實也全台灣各縣市，尤其是六都啊，大部分都有在推動。係因為苗栗縣呢，大擺都講，財政問題負債按高，除了六都以外，負債按高，但是人福利冇比別人較好，那講也做唔得。好，那所以那都有講，也老人呢，鋼牙補助的部分，65歲以上的部分，那也想來優先推動。那優先推動的錢都用也2點全部花錢啊。那太子送送過吼，小學生嘅差不多營養早餐吼，加上也營養午餐差不多1-2億。
差不多这个规模。然后老人的奖牙补助，如果撇开卫福部囧类哈，是不是说针对这个部分有可能去争取中央的健保费的补助？规则推翻，都了穷下做之外，就是把这个东西也列在筹措裁员的一个部分，让中央去负担之外，地方中的负担啊算高，13年总共算3万元都好，全烟差不多8万人口。好，老人家8万人口，那差不多1年2亿人，那1年2亿人也唔要当年都2亿人，因为有的人做体咧也唔要当年都需要，天一年较多，吼。那这个大概花起来，其实苗栗县政府1年的税出啊，662亿啊，670亿，我认为占这个比例其实还可以负担。那在上头也要支出的就有了，我认为在整个税出的支出，我重新要调整，都会针对活动式的预算，好。烟火式的预算，还有或者是活动式的预算，甚至藏在各局处里面的一些观光行销的预算里面，比较是一次消费型，大体都冇诶，冲体都冇诶，给台湾哈，我认为应该重新检讨，给台湾前严严嘛，亲手有力2亿以上。讲到亚白县情哦，其实各种人要讲，喜铺烟师苗栗迄味业，以前震动轮替各位，亚白唔有拄到，其实苗栗安东引线啊，除了讲国民党诶以外，还有吴东西，其实也有因为也有目标的成分来，也相关来长线。啊，你也变用来看，有些呢，感觉讲特别辛苦哈啊，我比上摆用从正先生，你感觉讲这评估，以上摆拿9万5嘛好啊。蔡英文收集议题线的时间10万拿到10万票，你这个要不要评估？感觉讲的先情很用。上一摆严重限期的时间，哈，因为迄大部分係1对1，都係有中意刘政峰严重的都要投佢，冇中意刘政峰严重的都要投用从政，好，大部分那个苗栗县当时的投票的嗰種氣氛係安樣。要不然限期較多年，吼，按到3年，按到無強的人、無強強政的人代表了先。那當然，票位會分散也係確實，但是民主進步黨做一個蔡亞黨，吼，那當然國民黨係長期執政，中央也按執政8年的，吼，8年人。那地方上有做的話9年，吼，8年人。那係唔係講苗栗人去甲亞拜，吼，想清楚。做按唔好的情況之下，應該穩當，穩一陣人，穩一陣過去冇保護的人來做可能，係那亞拜現在的訴求。那是不是說基本盤做得維持？那個人是認為是做得，因為民進黨的投票的取向，一般就是會支持民進黨，也係講支持綠色的，也固定差不多。那我們是希望說，在這個維持，蔡英文也盤面，甚至往上增加。那尤其是國民黨嘅票位要分散體的，那國民黨票位分散體的，佢也唔會拿過半，那大家都分開來拿嘅情況之下，就差唔多預估10幾萬都會動線嘛。那希望那都透過那也就民進黨嘅基本盤，用也基本盤來標，那也訴求我們苗栗縣較多的中間的選民，中間選民其實一到員工到新上退休的，公務員退休的，那我認為說那個部分其實是可以我們訴求，我們其實是拜託大家，這個東西跟政黨沒有關係，喺一朝震動輪替的時候，我們要讓執政黨負責任，執政黨佢應該要輸到高選，苗栗本期親好的高選的方式都會運動啊，苗栗人本國民黨一個高選表示態度的方式運動，也本國民黨改進，那也給民進黨一個機會，所以我們其實在這次訴求裡面，我們不全然是打所謂的政黨對決，而是所謂的對亞國民黨執政的不信任投票，中國你要因為國民黨做唔好。佢不管中央、地方，苗栗人都係無信用佢，無信任佢，也因為講亞拜唔會搞本佢咧，那我就認為應該是要支持民進黨。那民進黨作為一個親台蔡亞黨，我們有自己的專業幕僚，一個政黨的澳元，甚至將來我們也有可能在中央執政。好，那我們有各縣市的資源的串聯，那也要雄心講，其實將來苗栗縣由民進黨的吳怡正來做，
我们也认为说对整个苗栗的整个民主的发展是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历程，所以我们也是呼吁苗栗人，就是这是一个对国民党不信任投票的一个方法。好，从国民党本体以亲后方式都会支持民主进步党的议员。